王光禄的帕拉案，农委会是讲爱修改现有的法令，互原住民嘛会当掠保育类野生动物来食，不过动保团体确实无认同。不论做个哪人，王光禄甲几哪位原住民团体，透早就伫司法院的头前，用歌网烧出龙烟，上灯帕拉文化无罪，现行的法律违宪。随后，王光禄嘛伫宪法法庭强调。当初为着友好老母去山内帕拉，想袂到讲会互法院来判刑。或在狩猎的一个规范，以及信仰上的一个核心呢，都是针对大自然所有动物是共生共荣。对王光禄因为8当前摕蜡枪、枪杀强啊等等的保育类动物，互最高法院来判刑的涉宪案辩论庭当中，农委会代表是表示，已经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提出修法的版本，将捕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去刑化，改做罚款，嘛会针对21这一条加入自用。这个会期会报送行政院，若通过，也就是保育类的动物，将来会当适当来捕猎。但却引起动保团体反对。政府应该要有适当的管制，那这个管制就包括事先的申请、事后的报备，不应该扩大到它的自用，那不应该扩大到完全政府不必管制。在全世界的这个原住民的狩猎当中，其实也是包含保育类，甚至要有原住民的这个狩猎文化，不是单单看到生命的杀戮这个行为，而是整个狩猎文化的实践，其实是有助于整个族群的延续。辅助基金会律师嘛表示，根据林务局的资料，野生动物的群体数量并无因为帕拉来减少，未当认定原住民。帕拉甲动物保育有冲突，另外证据嘛包括帕拉爱事前许可，而且爱登记种类甲数量。不过原住民对拍到什么动物根本无法度来推测。农委会是伫宪法法庭表示，会朝向部落自主的模式来管理。记者丁雅文、李秀凯台北报道。